今日係3月19日，亦都係聖若瑟聖母淨配嘅節日。今日嘅聖言金句係：若瑟從睡夢中醒來，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。嚟自聖馬竇福音第1章第24節。今日靈火運動為大家提供嘅默想主題係主必帶領。今日嘅福音講及若瑟，因為知道佢嘅未婚妻瑪利亞未婚有孕，十分煩惱，因為佢唔想公開咁樣羞辱佢，內心就盤算着，打算暗暗地休了她。雖然已經決定咗咁樣做，但係內心仍會感到不平安，心中忐忑，朦朦朧朧就睡着了。喺半夢半醒嘅時候，聽到天使嘅報夢，叫佢唔好害怕娶瑪利亞，因為在她內受生的是拯救他民族的聖者。若瑟夢醒之後，即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。記得喺舊約入邊提到有關夢境嘅事情並唔多，有幸得父親送贈彩衣的若瑟，喺夢中看見田中嘅麥捆、太陽同月亮以及11顆星辰向下拜，因而招致殺身之禍。法郎因連發2個奇怪又相似嘅夢而被驚醒，預示埃及嘅7年豐收同埋饑荒。拿步高夢見由唔同原材料製成嘅一尊大蠟像，預示將來列國嘅興衰以及基督嘅到來。呢一啲夢大多數都係天主嘅啟示，並需要解夢專家代為解釋才能明白。咁點解福音入邊嘅若瑟又唔需要人哋嘅解夢就可以照辦呢？相信因為若瑟一向忠信於天主，當佢聽到天使嘅話之後，佢心入邊平安，相信天主必帶領，所以醒來就立刻行動。記得喺未信主之前，當我遇到困難，我都曾經驗過問卜算命，發現嗰啲智者講及我過去嘅事情十分準確，但對於將來嘅事就講得比較大方向。相反，當我相信主之後，喺我感到困難嘅時候，我祈求主嘅指引。雖然我未必聽懂接收佢嘅指引，但係我發現事情會變得平安和諧。所以我完全理解若瑟嘅行為，因為相信天主必帶領，所以平安照辦。德訓篇34章告訴我哋，夢多半係出於人嘅幻想，唔好沉迷。夢入邊睇到嘅同照鏡所見嘅相同，占卜、算命、測夢呢一啲都係虛妄的。夢境若唔係出於至高者，你就唔需要介意。履行法律並不賴虛偽，出自忠信人口嘅自然，必見諸實行。今日嘅祈禱係：阿爸，父啊，我感謝你讓我成為你嘅兒女，喺我困難嘅時候懂得向你尋求指引，心無旁騖地讓主帶領，因而獲得平安同埋學會交託。謝謝你嘅看顧保守，阿們。願天主祝福大家。